別再盲目跟風搶車位了。記住這4個原則，讓你搶到的每個車位都物超所值。一、選車位必知，優先選離單元入口或電梯近的車位，減少步行距離，更安全。看清楚車位圖紙，避開不利因素。2、三類慎選車位，靠牆車位，兩側都是，開門空間窄，停車困難。近水井車位，易有異味，潮濕，可能積水損車。旁有消防箱車位，尤其縱向安裝的，易阻礙開門，容易碰撞。3、優質車位這樣選，首選靠柱車位，左側有柱最好，主駕門好開，右側有柱也可從副駕下車。3連排車位，先選左側，次選右側，中間最後考慮。選地下一層，比負2層更方便，更少潮濕淹水風險。選標準車位，一般家用足夠，特殊需求再考慮子母或充電車位。4、5種避免車位，靠牆車位，尤其駕駛座靠牆，柱子正對車門的車位，開門易撞，通道旁車位易被刮傷，坡道口車位停車困難，易阻礙交通，盡頭車位停車技術要求高。想要了解車位行情、租金情況，私信我，領取大灣區最新車位收租資料包。